主后2025年10月28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上主赐福万民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以西结书47章13节到48章29节。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恁着将土地分予以色列12支族，约瑟支族着分2份。我捌对恁的祖先立誓，要将即个地赐予因做产业。当恁承受即块地，着公平分配土地。北边的地界是对地中海往东沿要去希特伦的路，经过哈马隘口、西达达、比罗他、西北连。这城市伫大马士革王国甲哈马王国的中间，到荷兰王国的哈萨哈提间。所以北面的地界是对地中海到哈萨伊兰城。这个城伫大马士革的北边，哈马的南边。以上是北边的地界。南边的地界是对大马士革甲荷兰的交界，沿以色列甲基列中间的约旦河，线到死海的塔玛。南边的地界是对塔玛往西南到米利巴加地斯绿洲，搁往西北沿埃及边界的溪谷到地中海。西边的地界是地中海往北到哈马隘口的对面。恁着照以色列各支族分即块地，着抽签分即块地，互恁家己甲恁中间寄起生囝的外族人做产业。恁着亲像对待在地生的以色列人安尼对待因，互因伫恁中间甲以色列各支族共款得到土地。外族人寄起伫倒一支族，就伫迄个支族分着土地。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布。下面是各支族照名单分着的土地。对上北边沿希特伦要去哈马隘口的路，到大马士革王国边界的哈萨伊兰城。北边到哈马王国，对东边的边界到西边的地中海是但的分野。其他支族的土地对北到南照顺序是但、阿舍、拿弗他利、马西、以法莲、路边甲犹大。各支族拢得到因应得的份额。北边甲犹大的地界相接，对东边的边界到西边的地中海，宽12公里半，大小甲各支族共款。着奉献即块地做圣地，伫迄中间起圣殿。恁着奉献长12公里半、宽10公里的地予上主。祭司要得到即块圣地的一部分，因分着的地对东到西12公里半，对北到南5公里。上主的圣殿要起伫即块圣地的中间。即块圣地要互撒督后代分别做圣的祭司，因忠实遵守我所吩咐的即份。以色列人行迷路离开我的时，因无亲像利未人嘛行迷路。所以即块地要保留一部分予因做至圣的土地，甲利未支族的地界相接。利未支族要伫祭司的土地南边分着一块地，
甲这时的地变大，对东到西12公里半，对北到南5公里。献予上主的即块地是上好的土地，袂用得卖也是交换，嘛袂用得让渡互别人。即块土地是圣的，归属上主。圣地也有剩一块长12公里半、宽2公里半的土地。即块地要做一般的公用地，通起城、起厝、做草场。城就起伫即块地的中央。城的大小，东西南北四边拢是2250公尺。城的四周围就有草场，东西南北四面宽拢是125公尺。公用地两边也有剩土地，甲圣地相连，东边甲西边各长5公里。这地通种植，出产的就做伫城内工作的人的食物。所有伫城内工作的人，无论是以色列倒一族，拢通伫即块地种植。恁着将即块12公里半四方的圣地甲城的用地，拢奉献做圣地。圣地甲城的用地两边村的土地，就归属王。圣地的东边到东边边界的地，南北宽12公里半；西边到西边的地中海，宽嘛是12公里半。这两边甲其他支族得到的份额平行的土地，拢归属王。安尼所献的圣地，甲要起圣殿的地，是伫王两块地的中间。利未人的地甲起城的用地，嘛伫王两块地的中间。归属王的地是伫犹大的地界甲便雅悯的地界中间。其他支族的土地，对东边的边界到西边的地中海，对北到南照顺序是便雅悯、西面以撒迦、西布伦甲迦得，逐支族拢得到因应得的份额。迦得支族南边的边界是对他玛往西南到米利巴加地斯绿洲，搁挖对西北沿埃及边界的溪谷到地中海。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这个是恁要抽签分予以色列逐支族做因产业的土地。上主赐福万民。金仔野地但上勇出道数十年，生前演出侪部电视剧和电影，浓厚的功夫气口和草根味，令人印象深刻。但是真少人知影，伊甲前总统李登辉是多年的好朋友。传说李登辉做总统的时，捌想讲退休了后要去山地传道，但上勇得知就对伊讲：耶稣无欠你一个做牧师，台湾人欠民主几若十年啦。即句话，互李登辉转念继续留任。后来有记者采访陈上勇，问到即件代志，伊讲家己的影响力无遐尼大，一切决定拢在伫李登辉总统本人。即位伫台面上，互真侪艺人称赞有情有义的安尼去，私底下对伫照顾伊8年的印尼看护尤里，也亲像对待查某囝一般疼惜。伊过身了后，留落一笔遗产予尤里，帮助伊的家庭经济，互伊感念在心。
但相养和友谊之间超越雇佣关系，亲像老爸甲查某囝的情谊，伫台湾印尼两地传为佳话。今日的经文中，以色列领袖的意向讲到土地分配，特别指出大点以色列大支族中间的外侨和因的子女，拢要分得土地。这个外侨点上帝应允的土地生囝、查某囝，表示因已经和以色列人共同生活一段时间，真有可能认同以色列人的信仰。上主对以色列讲，以色列人对待外侨，爱亲像对待族人同款，互因也做伙抽签分土地。对照约书亚时代12支族对外族人的敌对看法，这实在是救恩开展的过程。上主的应允对一个人到一家，一家到一族，一族到一国，直到万国万民。上主借着信靠伊的人，要将救恩传互万国万民。这拄好是以色列的意向和过去以色列人的想法无共的所在。换句话讲，伫新的国度中，分别为圣的概念也包含遐相信上主的外族人。伫上主的心意中，应允之地的重新分配，是互伫大支族中徛起的外侨，拢会当斗阵分土地，毋是另外搁再分一块土地互外侨。以外，利未人和君王也分配着土地，所有分配拢考虑到领受者的身份特殊性。利未人的土地归属上主，是全国上好的土地。这个土地是圣的，不得买卖、交换和转让。圣五章也讲到爱分土地互君王。上主互君王伫以色列中分得土地，是要避免君王欺压上主的子民，免得伊的子民被君王强迫离开家己的土地。伫以色列意象中的新国度，上主透过土地分配，落实公义和慈爱，互万民拢同得照顾。台湾基督教教会信仰个别讲到，愿信教会是上帝百姓的团体，受调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，做和解的使者，是普世佮定军伫本地，认同所有的子民，通过疼甲受苦，成做愿望的记号。咱相信上主要赐福互每一个信靠伊的人。默想，什么款的人通得到上主的赐福？什么款的人通得到上主的赐福？咱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你疼世间每一个人，借着耶稣基督对死佮活的救恩，接纳每一个相信这个恩典的人，成做你的子民。为着安尼，我要大声学乐，献上感恩，奉做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